生活不求滿分，但求滿足；生命不求富貴，但求平安。人呢一世呢，真正係屬於自己嘅只有兩樣嘢：一心裏邊踏實，另一個係人哋偷唔走你嘅咩啊？身體嘅健康。其他你冇乜嘢係值得你嘥命。人到咗一定嘅年紀呢，真正決定你生活質量嘅，其實係家庭。你要永遠記得，一家人和和睦睦，其樂融融，比贏得全世界仲有意義。呢個世界上任何投資都係有風險，只有對家庭嘅投資係冇風險，而且係一本萬利。一個知暖知熱嘅伴侶係你呢一生最好嘅奢侈品。你一定要記住，你嘅家庭經營得好，就係喺度揾緊錢，穩賺不賠嗰隻。無論錢多錢少，一家人整整齊齊、和和睦睦，大家坐埋一齊，有講有笑，車天動地，粗茶淡飯都好好味啊！